国军外交部甚至总统府拢传出强调渗透哦。国防部长顾立雄也指出讲，中共渗透国军主要拢利用网络接触阿兵哥。外交部处长陈明基是表示讲，包括商务处长在内等90来个人，伫任用进前拢有经过特殊的查核。行政院嘛已经开始在检讨公务人员的查核制度。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外交部长时期的助理何仁杰，互逼出变做中国间谍。国防部总统府也小连续逼出中国间谍案，面对国安单位互中国间谍渗透，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举行专题报告。不过总统府甲国安会煞无人到场，互调委黄仁真不满，批评讲这是藐视国会。总统府及国安会拒绝出席，这不仅是对民意的漠视，也是变相在隐瞒真相，企图粉饰太平。针对中国渗透国军的方式，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，中国即马透过网络渗透，以低成本、高效益的方式，并且改用全面吸收，接触国军的基层官士兵，用金钱甲拐或者是威胁台湾情报，国军会守法反制，也建立接笔资格认证的机制。不管是在财务面上有没有一些状况。然后在这个尽管的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频繁出入这个，特别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，那这些都是在我们查核的范围之内。顾部长所提出的像国防部内部人员揭秘的这个相关的规范，我们也可以参照，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比照来办理。顾立雄强调讲，国军每3年进行一届的安全查核。陈明基指出，外交部的人员牵连到国家安全或者是重大利益的工课，包含商处长96个人，任用进前拢有特殊的查核。另外，中国无排除对台湾进行斩首行动，总统身躯边的特勤人员也是中国吸收的目标，立委是非常关注。我们有实施的，除了一般的查核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个仪器的一个测定的一个查核。那仪器测定的查核也就是测谎。它有没有被吸收接触？这个都可以显示得出来。立委呼吁特勤人员爱定期换人，避免元首的行踪互掌握。吴明钊表示，每半年就进行安全的查核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